请作乐。来呀，咱着耶和华唱歌，求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甲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请咱三甲来吟圣诗19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学乐称呼你尊名，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兄弟，用使徒圣经做咱对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玛利亚出世，伫阮着壁倒临来受苦，变世界死埋葬荣辱，第三日对死亡中高啊，上天。他坐伫全能地上帝大殿，伊要对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我
共同教会，圣道相通，做圣礼，肉体各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即是咱三角交读启示文第50篇，启示文第50篇，我来启，恁来引。只愿上主的神临甲我，找我体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逃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伊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万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囝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伊是上主赐福的主人。咱同心做伙来祈祷。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学乐称颂你，有你的同在，真做阮的愿望，相信你会听，显明伫阮逐人的身上。主啊，赦免阮的罪，小信、无信心。软正的，即时向你呼求，求你帮助阮，加添阮力量，搁赐予阮信心，抓着你所应允的，搁予阮所要用的一切拢充足。恳求你看顾逐人身体健康，会当为主来做工，复兴你的国。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教社主日，将会举行讲台交换，由环中教会区一门的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本会潘牧师前往环中教会，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点社会公告、疫情公告，请兄弟来遵守。第三点。本会2021年度第2学期信仰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依规定申请搁符合标准的，请伫9月11日礼拜前提出申请，9月15日拜四暗时8点召开奖励金小组审核。本会伫9月18日礼拜颁发奖励金。第4点，下周主日8月27甲28。举行2022年第4遍的圣餐礼拜，敬请全台北餐会员有备心拱手圣餐动物主恩。若参加线上聚会的，会当提早到办公室干事领圣餐饼杯，同时领受圣餐。同一天有洗礼的叫做姊妹是李贤淑姊妹。第5点。9月16拜五暗时6点半到9点半，9月17拜六上午8点半到暗时9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精神营会，对象本会受洗会员门徒学校送取学员一定爱参与，费用是500块，请伫9月14礼拜前办公室来报名。具体消息。成人牧区定伫本主日下晡2点半伫王牧师厝内召开小组长会议，敬请小组长准时参加。第二，幼讲幼儿园定伫8月28日礼拜中昼12点，伫地下室小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敬请新旧任董事出席参加。第3点，儿童牧区招募主日学老师，欢迎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兄弟5传道来报名。第4点，赞美操定伫9月17日到10月22日，每拜六下早9点到12点举办
高雄区第1级政治师资培训，地点伫富塘，费用是1000块。甲2寸的相片，欢迎兄弟伫9月初8拜四前杨丽萍团长核实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5点，合作社报告，请大家来看。咱阁有一项补充报告，咱油厂教会会友孙光德兄弟，伫星期五下午安息在主怀，蒙主恩召，请相助会员交会费。嘛，为着遗族来代祷，告解消息，请王牧师。平安。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干部，咱高雄小区要伫9月17上午8点半到中昼12点，要举办年会礼拜甲全体演讲，伫中山教会，费用100块。妇女圣歌队的队员专业补助，请咱的姊妹要报名，咱的队长伫8月28之前，咱的队长来报名。第二，咱高雄中会伫9月24上午8点半到下晡4点，伫工商教会举办卖100宣告10年的宣告大会。咱这帮的名额只有400个，敬请咱的东港区长、小组长来报名。即届的报名中间是有一个比赛，就是意思讲，咱中级区长、小组长的出席的比率若上悬，安尼的比率上悬，有前3名有奖励。所以请咱的小组长、区长咱来报名，伫迄中间，多谢。请咱三个来恭守上帝话，记载伫耶利米书第1章4节到10节。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4节到10节。我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袂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生，我捌你；你袂出胎的大生，我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嗨呀，主耶和华啊！你看，我袂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见有找你，你就去；我见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耶和华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第10节。看，今仔日我设立你伫联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背出、要拆毁、要败坏、要斜倒、要建立、要栽培。愿上帝话踮伫咱心内，即是要请上联圣歌队来学乐。
讲到今仔日所讲的题目是好大，好大。今日是咱教社主日教社就是教会甲社会3、4年前，我伫咱的中会担任教社部长，伊个中间来负责教会对伫社会关心的议题所以迄当时的教社部举办净滩的活动通过净滩以咱的中会引起足侪兄弟姊妹净滩伫家庭遐、家电遐来净滩互社会大众拢看见哇，即个净滩是对整个环境中间真大的帮衬咱教社部嘛是咧做对信仰一个见证毋茫咱今日早起咱要受中会教社部受派咱的警会元中教会区前梅牧师，要伫咱的中间来讲道，咱来欢迎咱的区牧师。因为遐在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有机会来到咱即个舞会吼，有请来讲道。也毋过我即个人记忆有够歹啦吼，所以咧讲道进前，咱来先看教社部的请安的影片吼，无讲道煞我都袂记啊。来，请看。列位所敬听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咱今年高雄教会92届的教社部长李正贤牧师。首先感谢咱郑牧长同工中一届兄弟姊妹一直以来对咱中会教社部的关心、奉献甲支持。今年的8月11，就是8月份的第3个主日，是咱的教社主日。伫即个时，咱教社部拢会安排邀请咱中会的牧长前往咱各教会，代表教社部以及我部长我本人，向咱大家请安甲问好。今仔日也透过即个影片，直接甲大家来请安。今年的教社部二级半年度也已经完成2月27，伫安心教会。咱高寿长有合办的228 75周年的纪念会的专题演讲，其中咱真好的机会邀请田九进立委，为咱来讲起李雄律师遭受着性恐怖的事件，以及对这个事件的反省、检讨甲纪念。3月12，伫三道教会要举办吉南救助训练，这是邀请咱在地。高雄市红十字会救灾志工大队前来训练，这届训练当讲是非常的专业，因为训练人员差不多将因所有的训练的功夫拢带到现场的所在，所以无论是爬悬、爬梯、放流笼、CPR、有线索，大家拢学到真济，甚至伫这逃生的方法的当中，有真好的体会。为着这届训练，有看起这个志工大队竟然动员了有30人以上来前往来支援训练。而咱下半年还有一场，就是20月7日，要伫家庭教会，而且希望咱无参加的人会当做伙来参加，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另外，伫咱下年度下半年度的时间的当中，9月15，咱伫家庭的海边有咱高寿中所合办的净滩的活动，互咱会当落实听惜即个上帝所赏赐咱所徛起的土地台湾，以及伫头咱所讲10月7日礼拜六迄个吉南救助的训练，也希望咱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透过即个训练的当中，毋但利益咱本身，甚至有机会也当关心伫社会当中。这个拢是咱教社部下半年要办的活动，邀请咱做伙来参加，做伙来听地球，海边来净滩，也做伙来参加吉南救助的训练，而危险必要的时，毋但来救咱家己，更加会当
帮助咱身边的人。今年真欢喜有机会，甲咱中会这优秀的牧者，伫教社部伫遮来同工，也对因的信仰也确实一些的功课。因毋知委身伫家己的教会，甚至也参与社区，甚至伫中会当中，也伫遐来付出真侪咱正教会祝福。所以我望咱会当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对教社部的关心，也伫即届的奉献的注意的当中，咱会当做伙来关心，无论咱是奉献1箍还是5角，我相信拢会当成对咱教社部真好的帮助，也当利益伫咱社区甲正教会，愿上帝赐阮赐福来平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即个中会足侪活动拢集中伫个下半年度9月24宣告大会，9月25就爱去进摊即道进摊有甲大家收100块，也毋过有即个参加的每一个人拢有 7-11 的商品卡通摕，还有纪念品过来10月初1就是有即个救灾的训练即一道训练真正是互大家去救所去即个看你会晓，人若袂喘气昏倒伫咧地面的时阵，看咱有法度来甲救无无以早这拢是爱特别去训练较有的所以鼓励大家来参与在讲道进前，咱阁一摆来祈祷。是阮疼痛的爸上帝，感谢你，予了阮真侪你的囝儿，予阮有份伫你的福气甲恩典中。求主，你切肯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自由运行伫个大人的内心，互参与的人有拍开的耳孔，听见你的道；拍开的喙，大声学到你；拍开的心，迎接圣神来做工。愿咱的仰望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有一寡人伫咧朝阳礼拜的时阵有听过我讲我家己的见证今仔日要来讲续集。我2009年的时阵互上帝救命，命互上帝救回来救回来了后，2010年我就来受洗礼，真侪上帝的囝儿到伫2011年，2010跟2011 2011年我就受呼召要来服侍。你有兄弟，这有恐怖无？受洗礼一冬上帝就叫我来去对伊来去服侍伊。我是惊到要死，也毋过阁欢喜到要害。欢喜讲上帝要救我呢惊啥？我啥物话拢毋捌，尤其其中一个足特殊的代志，就是我受洗礼了后，我随即就去到中国去食头路。其实我3月我就去到中国食头路，也毋过4月我才飞转来受洗礼。所以教会生活啥物话，我完全拢袂了解。2009年得着救迄阵阁伫大院2010年出院的时阵我才去开始有参加即个主日礼拜，团契啥物话拢无参加所以这是对我来讲是足恐怖的代志毋知影头，毋知影尾，竟然讲叫我要来服侍伊，惊到要害的惊到要死，真正我就问上帝讲：上帝，这是我家己黑白想的，还是真正是你呼召我？所以我就祈祷求印证。祈祷偌久？祈祷将近要1冬。所以伫个2011年的时阵，我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这祈祷中有一句上要义的话，就是上帝照着圣经一摆搁一摆甲我讲：你莫得惊，我要甲你伫地；你莫得惊，我要甲你伫地；你莫得惊，我要甲你伫地。这是上帝予我的经文，所以我就好胆来行。
即个2002年，我入去新学院受造就哈，过来经过一摆，搁一摆哈，就认真咧读吼，读了后受派吼，落来教会做传道师吼。所以做传道师的时阵，我也要惊死。为虾米？教会内底拢是伫教会行大几十栋的老信徒。人啥物货拢知，我啥物货拢毋知。结果我要做传道，我较有法度啦吼！惊到要死。所以每一个人讲的，我讲是，对，是，对。你讲的拢对，可能我毋捌请你甲我即个指导安尼吼。也因为安尼，我袂记一件代志，受到好调的人，就是有一个身份伫的。我将我即个身份头壳知，也毋过心还未接受。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讲啥物话？今仔日的经文讲，要背出、要毁坏、要败坏、要邪道，这就是以早的我。伫个即个含伫个甘难中，含伫个即个忧伤中，含伫个即个所有负面的情绪中。感觉家己袂使，我无法度，我卑微，我啥物货拢袂晓做。这是以早的我家己。甚至我伫即个状况的时阵，上帝就叫我来跟对伊。伫即当时，我做传道师的时阵，就拄着一个足艰难的代志。我无做过的人代志，互人冤屈讲我做，这是足艰苦的事吼，甚至讲是互我大跋倒的事。就是在伫我即个新学院的时阵，我就捌即个领受过上帝有问我，讲你讲你愿意跟对我，假使讲你伫个对我的路途中，你有跋倒，你会安怎？迄时阵我就讲，我会哭啊，我跋倒我一定会哭啊，也毋过我会哪哭哪爬起来，哪对你的后壁行。我安尼甲上帝讲，真正呢做传道师即个咧传道的过程，当然这毋是伫园中教会啦，咱爱先讲互清楚无你即马恁甲我真去拄着阮教会人讲恁酷毒恁牧师无，毋是毋是伫园中园中对我足好诶真正足好诶，足惜我即个大跋倒的时阵迄阵真正艰苦甲强要死。真正是艰苦甲强要死，艰苦到什么程度？我想要爬去你即个教会上悬的所在，摸十字架来跳落去，很难过足艰苦我为什么想要安尼做？因为我想要互因知影，因对我做的是啥物货。也毋过我想到主耶稣伫咧十字架顶面讲的一句话：“主啊，赦免因。”因为因毋知影因所做的是啥物货，而且我阁知影一件事，假使讲我若真正摸十字架安尼跳落去，遐个对我做歹事的人，因会讲啥？因敢会想着讲因是因家己做毋对？袂，因会讲啥？我着讲即个传道无适合啊，是毋是？再次的指责，所以我就毋敢跳，然后我就哪哭，哪甲上帝讲，上帝，我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对你。你怎样用恩因安尼对待我？怎样甘互我拄着即款的代志？上帝讲，在你的心目中，什么人上重要？你即世人上解好的代志是啥物货？我讲主啊，我即世人上介好的代志都是真捌你。伫我生命中上重要的就是你。结果上帝讲，毋是呢。你现主时，你心目中上重要的毋是我，是遐迫害你的人。我听到即句话亲像人用迄个讲推仔讲我的头壳恍然大悟啦，我将明白。
我迄时阵遮尔啊艰苦，就是因为我无自信伫个上帝，我自信伫个遐个害我的人。这显明啥物代志？显明害我的人比上帝较重要，所以我才一直想遐个代志哈。所以呢，我随即就甲上帝讲：上帝，我毋对啊！是的，我现主时伫你的面头前，我要定心来立志，对今开始，我要自信伫个你的心上，自信伫个上帝的话。真正的哦，对迄时阵开始吼，我笑会出来啊，我笑会出来啊，吼真毋是假笑啦，吼，毋是迄款皮笑肉不笑迄款的吼，是真正笑会出来吼。而且遐个人有继续迫害我，也毋过我感觉因吼真正亲像三岁囡仔咧做毋对代志迄款型。咱看到三岁囡仔做毋对代志，咱的手会甲扇嘴皮袂？袂嘛，咱感觉足可爱的嘛吼，就算讲伊甲咱拍一个，这明明是毋对的代志，啊，毋过咱嘛感觉啊，那下高水，笑笑甲讲袂使哦，袂使。所以真正对迄个时阵开始，我着笑笑咧看遐个人所做，也毋过我知影，无论我对因讲啥物话，因拢听袂入去，吼，所以我着恬静。无要甲因，无搁甲因做一寡回应，吼。也毋过，若有愿意关心即个代志，想要了解即个代志事实的人，我嘛是会解说互因听，吼。有机会解说就解说，无机会解说，咱就恬静，吼，笑笑，吼，听候上帝甲咱伸冤。吼，真正2年后，上帝真正一个一个伸冤，吼，足奇妙吼。这伸冤阁是另外一个故事吼，咱今仔日无要讲吼。所以这个大跋倒了后，我离开迄间教会，然后上帝吼送我一台车，2手的啦，嘛是爱修理一下吼。也毋过伫还未修理之前吼，同款会当使吼。上帝送我一台车，互我会当沿途去经过我的同工，经过我的同工，就是去拜访我的同学。吼，这是保罗伫咧宣教受到阻碍的时阵，伊就翻头去经过同工。吼，所以当咱跋倒的时，只要咱要伊伫咧上帝的话，上帝就会照着圣经对咱讲话。吼，我开始去拜访我的同学，吼，然后呢，发觉讲我所跋倒的即件代志，毋是干那发生伫咧我的心上尔，逐所在拢有。只要有教会就有，只要有人就有。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有时吼，有时咱感觉上帝离咱足远吼，毋是上帝离开咱，是咱无要伊伫咧上帝顶面。吼，我常常咧讲吼，耶稣讲即个99只羊仔拢乖乖啊伫羊巢内吼，当一只走无去吼，咱若埋怨讲上帝，你较会较疼迄只，歹势你就是迄只，因为你开始埋怨。人迄99只伫羊巢内底是啥物意思？是伊对耶稣对调调的，耶稣去倒位就对耶稣去倒位的呢。吼，这叫做伫羊巢内的，就是无论上帝伫倒位，咱拢伫倒位的。吼，所以即个讲到倒来吼，我因为上帝会听吼，我讲因为受到即个跋倒，然后上帝送我一台车吼，佮互我生活毋免看路吼，然后吼佮安排互我去即个七米教会服侍吼，因为迄时阵拄好七米教会牧师要生囡仔吼，请产假吼，所以我就去七米吼，伫七米逐工做啥物货？大家要摇看觅无？无啥物山啦吼，逐工看海，搁创啥？搁食海产，而且我家一个人无啥会晓煮，人拢款好便便煮来互我食。我伫七米教会食海产，食到差一点痛风，这讲笑啦吼，因足疼的吼。
我的生平，我出世吼，头一摆食迄个海大煎卵，就是伫七米教会用海大煎卵吼，有没有大气？而且一大颗啊，我伊赶一颗啊来，我会当食3顿，真正是上帝恩典满满。所以在伫迄个所在，我一摆一摆在伫上帝的创造内面，我的心一摆一摆得到医治，一摆搁一摆领受到上帝的疼。伫咧约翰一书4章19节讲，咱有疼是因为上帝先疼咱，吼。这在伫我伫中国食头路吼，啊，逐礼拜拢走去，因为我是伫咧亲圳甲东莞工作吼，啊，逐礼拜我拢走去香港做礼拜吼，啊，伫香港做礼拜有一天吼，看到即个圣经吼，就看到即节。一书4章19节吼，讲咱有疼是因为上帝先疼咱吼。我看到即句了后，我怎啊哭啦，流目屎，我差不多哭半冬，真正哭半冬吼。因为迄时阵吼，我讲我信主，性命得到救吼，也毋过迄阵也是有即个忧郁症吼，所以心内忧伤还袂完全刷开吼，即个。所以因为即个经节吼安慰我吼，一摆就我好一摆，我就受到一摆的安慰吼。即个经历吼，互我完全领受到上帝的疼。然后拄则讲的即个大跋倒，吼大跋倒，搁一摆领受上帝完全的疼伫咧我的心上。互我吼对即个，我讲哦，差一点仔，即个某是日给跳落来吼，对即个足艰苦的状况吼，提升，吼，开始完全对心来接受上帝所互我的地位甲权柄，吼，即个地位甲权柄，毋是咱家己有的，是上帝互咱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只要咱受呼召，愿意甲上帝做伙做工，愿意甲主做伙做工，咱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人，无论是资源，无论是机会，上帝会一直赏赐互咱，互咱领受袂了。这是上帝呼召咱愿意回应的一个算讲恩典。吼，这个恩典是领受袂了的吼。这个摩西是安尼，对无？摩西受呼召的时阵，伊讲：“哎哟，主啊，我毋敢。”吼，也毋过上帝甲讲：“毋免惊。”我要甲你同在，我吩咐你的，你讲；我交代你的，你去。吼，所以摩西是安尼，若摩西安尼，吼，抑个即个耶利米也是安尼。咱今日看的是耶利米书嘛，吼，这是耶利米讲伊受呼召的即个过程嘛，吼，耶利米是安尼。若安尼，约拿嘛是安尼，约拿是啥？互大鱼食落去，迄个对吧？吼，为什么伊互大鱼掠去？用即个上帝呼召约拿的时阵，约拿讲不爱，我不爱。伊为什么不爱？因为目的地是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啥物所在？是罪恶的城呢。遐个拢歹人，因无迄个价值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约拿一开始的想法。遐个拢歹人，拢无好，无达得上帝的恩典。约拿即阵在做啥物代志？替上帝决定上帝的恩典爱互啥物人。所以啥物人较大？约拿对，这是为什么上帝派大鱼甲服落？佫毋是人哦，是大鱼哦。
汉人拢无资格去处理用哪哦，吼大鱼甲伊放落3工了后，才放伊出来。你有要接受我对你完全的好调无？来乖乖，边仔懵懵的乖乖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讲即个意思是啥物货？上帝好调咱的时阵，咱若拒绝，咱就爱准备有一只大鱼要甲咱放落。这有可能是讲笑，也毋过嘛有可能是事实。既然上帝要好调咱，其实这我阁要讲到。当初时，我讲我祈祷求印证嘛，其中一个就是这，其中我一个祈祷讲，上帝，这若是真正你好调我来服侍你请你互我厝里的人会当支持我去安尼结果我飞转来台湾了后，迄天礼拜我就含我妈妈去礼拜，礼拜刷转来，伫路里我就甲妈妈问讲。妈妈，上帝介先呼调我出来服侍伊呢我妈就讲好啊，一声就讲好啊我讲为什么？我妈讲上帝叫咱就爱对，这我妈妈讲的。讲了后，我心内就讲上帝感谢你，搁一摆印证我对你的祈祷我愿意跟对你。我准备要来即个甲头家石头路我转来台湾即个受造州即个感谢的祈祷讲煞了后，我妈讲你看恁姐姐无会遮尔艰苦，你袂惊足奇妙是安那？我妈即句话无讲伫头前，我感谢的祈祷煞，伊才甲我讲我就笑笑甲我妈妈讲，妈妈。我的个性甲姐姐的个性完全无同，我相信阮所拄着的困难会无同。迄时阵若毋是上帝互我智慧讲即句话，我可能会讲无可能啦。姐姐佫拄着的困难我袂拄着，我有可能会安尼讲嘛？也毋过我无安尼讲，我没有这样讲哦。迄句若安尼讲，就表示我即个人是骄傲的哦。人拄着的困难，我袂拄着。世间哪有即款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做啥物代志拢爱付出代价。敢若上帝的恩典是互白白互咱的所以即个上帝既然呼召咱就对。咱若对，咱所需要一切拢会大大赏赐互咱这是耶利米所领受到，也是约拿所领受到的即个只要无论咱是啥物款的人，只要上帝呼召咱，就有上帝的意思伫个内面伊要将咱下伫适合咱的所在，大大来使用咱，互咱会当诚侪上帝的器具来即个完成上帝的计划伫个即个世间，因为上帝有交代，伊会互万行事互相帮衬，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即个上帝起造咱的性命，拄则讲是即个要飞即个飞出将咱对即个悲伤中间来负面情绪中间来飞出来拆毁即个捆绑咱的即个围墙也要败坏咱伫个罪恶中所结的果子。上帝也要车倒咱的自以为意，咱抓准最正确的事，因为上帝要建立有上帝同在的性命，要栽培有主同在的灵命，互咱成做一个主要大大使用的好的门徒。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毋若关心咱家己，主呼召咱是要互咱起造咱的生命，互咱起造咱的家庭，也要互咱起造咱的国家、咱的社会，甚至
小小的一个力量，会当影响大大的世界。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疼痛的爸上帝，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疼痛甲恩典，互阮有一个活的生命。也是你的疼痛甲恩典，互阮有一个世界通徛起，通享受。仰望主，你继续扶持阮、看顾阮，互阮会当好好啊管理你所赏赐互阮的世界，互阮也疼痛你所赏赐互阮的世界，互阮有份。伫个阮的家庭，伫个阮的国家社会，伫个你所赏赐互阮的世界，搁较伫个你所要互阮的上帝国。阮安尼仰望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即时来吟回应诗，圣诗519首，圣诗519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咱来为着咱来祈祷，上帝呼召你成做伊的囝儿，伊的查某囝，是爱咱伫这地面上传主的福音，互搁者还未信主的，伫迷失的人生路途得到亮光，得到拯救。咱也常时为着咱国家20月26要选举县市长，咱为着这个选举来祈祷，求上帝互台湾成做一个公义一个国家。通过选举，互搁者听百姓、听土地的候选人受敬重。咱也为着咱的高雄中华议长蔡有为牧师，伊接啊现主时也来接受换肝的手术，伊的大汉祖囝右肝正病的肝移植要过互伊进行这个手术，将近8点钟的时间。咱为着咱的同胞，为着咱的牧者，为着领受呼召，成做上帝囝儿这大使命来祈祷，求上帝互听灵魂的心伫现伫咱的心内。咱三脚举起咱的双手，喊三声主，咱三脚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有恳求你受恩带领，主你呼召阮，就当时主你呼召耶利米，迄阵当时呼召的心，听百姓的心，主你爱将伊的性命，也妇女的性命来为准，互伊转上帝，互伊性命结大关，对妇民转正面。主啊，我恳求你，主你来带领当时的勇啊，要去利米城，传互伊作是选定投票，后大喜者。总是上帝你通过伊搁一摆悔改搁一摆出发，互伊去到利米城传主的福音。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三脚有听灵魂的心，使命来
来为主你做工，互万百姓来得到福音，或者第7年人生的死路口看袂见人生不茫的无信的未信的兄姊妹，你着求阮主你耶稣，你也帮助阮的义长伫这摆即时咧接受换肝的手术，阮恳求你帮助阮蔡文牧师伫咧手术的中间特别阮知伊大汉庄囝真正将正面的肝换移植归互伊。主啊，我知影这是真大刀真要紧的刀。主啊，恳求你帮助，而且8点钟开刀，主你一路引带带领，互为牧师，互伊的祖囝，互医生拢有上帝你的几个手术扶持，你的医治通过医生的作业真做为我的义长，为牧师身体恢复健康的帮助。我求你个是阮祝福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年底选举会当进行一场公平公义的选举，或者听百姓、听土地的候选人上顶正做劳保、公保，来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献身来服务服务，愿将你是阮带领。是阮听上帝，主阮将阮的国家仰望你，愿主你互阮的国家通过在1月2日的公平的选举，选出一个听土地、听百姓的候选人，落实上帝主你的听。主阮也将阮的议长交托你，特别阮的议长即马接受8点钟的换肝手术。主啊，通过伊的大汉祖囝，将正面的肝来移植要互伊。主，阮知这场手术是一个真要紧嘛真重大的手术。主啊，恳求你甲医生伫地，嘛甲为牧师甲伊的大汉祖囝伫地，互因以主的故事里面，互你的劳保找牧师身体得到恢复，得到健康。主啊，阮也将阮你呼召阮食做上帝囝儿，这个呼召的心、听灵魂的心、传福音的心使命感下伫阮的心中，互阮不断用听灵魂的心，或者未信的兄姊妹，因欠在伫人生的死路口，因欠在看袂到人生的亮光甲毋茫的时，主啊，通过阮的团，通过阮的引带，互因人生有新的看见，新的得到拯救。愿主你是阮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奉献，请即事进前来收奉献。这起立唱奉献诗。感谢天父丰盛的恩典，满满祝福伫阮逐人的生命中，互阮有教育，阁有存。阮用信心来献上，互阮所献的会当成做福音的祝福。这个祝福要引带人来亲近你，也要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天父恩典，大大祝福互阮。阮安尼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阿门。祝福切恳。
王牧师，我将你交恁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双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恩典，着恁的面，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今日第一场的聚会到这闭会。